故事3：寬恕。樂樂途中認識到一位新朋友，小白兔天天。天天帶佢參加朋友嘅生日會，樂樂好開心啊！樂樂唔知道，原來生日會嘅所有人都會着啲好華麗嘅衫噶。相比之下，樂樂着嘅衫就唔係好靚啦。天天嘅其中一位朋友小灰兔取笑樂樂嘅衫唔靚，樂樂好嬲啊！樂樂嬲到要用力踢，想大聲尖叫。佢覺得自己好似變成咗一座火山，好似變成咗一隻會噴火嘅怪獸。樂樂真係好嬲，好嬲啊！佢唔想再留喺呢度啦。於是佢一支箭咁跑咗出去。佢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到好遠嘅地方。樂樂仍然好嬲，好難過啊！佢跑到攰，先停低落嚟。呢個時候，佢四周圍望下，先發現自己嚟到一個斜坡嘅草地上面。再遠望，佢見到一個又大又藍嘅大海，一隻隻雪白嘅海鷗喺海面上面飛翔，有啲飛咗上去廣闊嘅天空。一陣海風吹埋嚟，樂樂覺得好涼快啊！大自然嘅風景安慰咗佢憤怒嘅心情，佢深深咁吸咗一啖氣，心情就輕鬆咗啦。樂樂諗到自己突然間跑咗出嚟，驚天天擔心，於是佢返到生日會，去到客廳，佢發現原來所有人都等緊佢返嚟啊！大家見到樂樂返嚟，都好開心咁上前歡迎佢。小灰兔亦都上前將自己最中意嘅紅蘿蔔蛋糕送咗俾樂樂，並且同佢講一聲對唔住。樂樂好開心咁接過蛋糕，除咗小白兔天天，佢而家仲多咗小灰兔呢個新朋友啊！生日會好熱鬧，每一個人都帶住笑容。樂樂發現寬恕其他人，自己都好快樂㗎。